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台湾已经行业的我哋呢高龄化社会对屏东来讲嘅话，屏东有5亿的人口，嘛係我哋老人化為的人口。嗰時一樣係用交通、創業還有同理的方法，用生命影響生命嘅方式來照顧我哋老人家，係一個最重要嘅議題。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我哋屏東崇強學院嘅副總李喬安副總來到我哋現場。我哋請佢嚟分享講，用學習嘅方法，嚟俾我哋嘅體驗下，可以好好嘅過入嘅老化嘅生活。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嘅喬安副總嚟到現場。喬安副總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李喬安。喬安副總吼，因為其實講到屏東嘅崇強學院，然後其實我哋已經有幾多嘅時間都有看到有崇強學院睇我哋無窮嘅鄉鎮嘛吼。但是幾多有問題以前吼，我就請問一下，從這個睇參加崇強學院以前係做乜嘅工作嘅？我喺崇強學院之前吼，我喺帶生意嘅安親嘅方面咧，都搞給人用嘅下司啊一些課業的活動安尼，好啊，因為佢帶生意的過程，在一個在家庭教育還有我們代間教育的部分哈，我就很有興趣，都有興趣呀哈。啊，對於老人家的一些學習也很有熱忱，所以在慢慢的，現在高齡化的社會慢慢的來臨哈，那就有感覺到我哋老人家越來越多誒，哈，越來越多，那我又會想講，是不是我們就會邁入我們的一個長青學院這樣子一個老人學習服務的一個工作，一直到現在。咁從崇強學院來講嘅話，移動出成立的一啲原因係乜嘢？我們會希望說，希望講在推廣我們的一個終身學習的一個教育的理念，那也會在課程裡面去做一些深化，還有就是說在教育的部分，哈，又可以希望講我哋老師老爺是。他也經過我們的訓練，然後也會有一些新的一些理念，可以透過這樣子來創造一個共齡的一個高齡的學習的一個比較好的環境。那我希望講吼，透過我們這樣子學習課程，本來的長者老爺時陣吼，一些健康促進的活動，可以來延緩老化這樣子的一個宗旨。從強學院來講嘅話吼。以這家嘅一啲算是屬於學生嘅年齡範圍度呢？屏東縣民都可以來參加這個我們長青學院，只是說我們的收費方式如年紀越大的，我們收費越便宜，因為一個鼓勵性質啦，鼓勵的性質來這邊上課的，那所以歡迎我們縣民全部都可以來這邊上課。等於如果有咩年齡冇分，講譬如講18歲以上，冇到12歲以上都可以。因為也名到崇強學院嘛，嗰時談紅了嗰種愛有一天的人設施能可以去參加。其實我哋以前有開始有想講，差唔多65歲以上的學員才來參加。那也哈越來越多人哈，年輕他們就慢慢的已經在做一些退休的一個準備，好，所以我們也歡迎說我們55歲以下的長者或樂齡組也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課程，這樣子。咁而家從強學院喺屏東縣來講嘅話，以這個嘅服務嘅範圍，還有以這個所在地點嚟。我哋喺屏東市，好啊，我哋理工啦，哈啊聯絡，其實還有來自各個我們屏東鄉鎮的其他地方，甚至最遠的哦，我哋沒有學員對訪寮，來這邊哦，來這邊上課的哦。都有，嘿。嗰時而等於講有位學生嘅範圍，其實喺我哋規個屏東縣都可以有。咁而這個我有幫佢，譬如分校啦、分部啊，一啲算是設施嘛。有，我哋會喺離他們家裡比較近的地方去開設一些課程。所以我們就服務到離港啊，又可以離共請一啲適合他們上課的場地，或者是我哋聯絡哈。適合我們上課的場地，也會在那邊開設一些類似像分班的一些課程這樣子。因為頭都已經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呢睇人啥嘅一啲算是學習來講嘅話，其實有啲學習嘅方法，可是可能內容是冇到相樣嘛。佢從我哋呢從長學院來講啊，更加要可以買嘅一啲算是
课程啦，无还有用的伊的服务内容。俺呢重庆后院大部分有开的角度是中国的啦哈，那也有一些语文课程，国台语都有。那还有一些舞蹈的课程，好，那运动类的课程，各个方面的课程都有。其实我们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记住伊的重庆后院伊这个本地伊的算是总部的主要的课程。对，没错。所以俺呢教学我们就会发一个 DM， 把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把它写进来啊，那我们的长辈就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课程过来上课这样子。可种有更加有几多个xã區，如果派一啲嘛嘅，比如關懷據點啊、5日4啊，從安尼話，從上好像有安尼的無咁樣的服務冇。俺呢從上後院呀哈哈，我們其實也有長青學院之外，我們還有做我們樂齡學習中心，然後我們也有銀髮健身俱樂部，這是現在最新的貴行的一個課程。那當然，就像剛剛我們主持人大概講說，我們也有這個一個延緩失能失智的一個巷弄長照站。这个我们長青學院都是有這樣子的服務的內容。安尼聽好落，其實等於講，也要伊個從上好像唔單止如係伊個學習要基構嘅吼，因為像頭都講啊嘛，對於講健身房、健身俱樂部，對，所以健身俱樂部當初成立的伊個想法係乜嘅？我哋希望講，因為呀哈老人家吼，你常常在講老人家最強啊，忙到，好，所以這個就會延伸到我們現在一直在重視的我們肌少症的問題。好，如果說我們在課程裡面，好，在訓練他們運動的過程，可以讓他們的肌肉強化，然後可以延緩他們的衰落。好，這樣子我們也可以避免我們肌少症的問題。那肌少症的問題避免了，然後讓他們強化了，讓他們身體更健康的，其實連帶的我們的社會的資源。好，我們一些醫療的資源也就會減少了，然後也讓他們更能夠健康的老化，這樣子。咁按你來講嘅話，健身俱樂部一部分一樣係去帶動嘅，我哋老人家算是帶人曬強下來運動咯。因為你同嗰種嘅大專院校嘅修保系嘅老師先生，啊，個我哋學生嘅，我們會做一些合作連結。好啊，本地人來帶我哋老人家。好，那他們對學生來講，他們是一個實習的一個很好的場域，那也跟我們做一個代間的互動，好，所以我們老師也會很推薦這樣子的一個課程。一禮拜上課幾多班？我們其實拜一到拜五該有上呢，佢有可以先去，可能就比如我拜一可能我有些肌力訓練，我拜一可能跳一個律動的，好，拜三我可能做一些器材的健身器材的運用這樣子。其實我們課程融入的部分還蠻多元的。哦，對，如果我其實禮拜一到禮拜五，嗰種有一個運動嘅課程嘅話，都可以去去參加。呀，就參加嘅時間其實嘛會好，會去增加到自己嘅一啲那個體能啦，冇那個肌耐力啦。對對對。同埋話有啲個延緩失智，呀部分其實嘛係一個關於創業嘅項目啦，嚇。咁呀部分用我哋比如講啲課程入邊咯。我哋每啲課程裡邊會融入一些像我們的現在很夯的一些桌遊遊戲。那我哋老師出去訓練完哈，佢唔會跟他說從買一些現成的桌遊過來，他就會做一些教學的設計課程。然後有時候我們會自己去做教材，我們自己也會跟我們老師們去一起去合作，做一個比較適合我們長輩我哋老人家一些那個。桌遊的那個課程這樣子。佢從安尼來講嘛，其實算是課程來講係算是幾豐富的啦。咁用嘅收費啊，我相信一個重要啊。錯，因為我哋收費哈，我們是以推廣比較多哈，就是做一個推廣，然後還有一個鼓勵的性質，所以比我們坊間的課一定就是收費便宜很多，大概3個月3張嘢差不多1500左右。會希望說，我哋數到個小阿佢要比較呢，他也會比較哦，他會說，這個課程在哪邊上多少錢，在你們這邊上可能會比較便宜。那有的佢要講，你可能你老師跟我安好哦，我們就說沒有關係，我們也有開一些體驗課程，你可以來體驗看下先，好啊，係唔係比人摩擦到你，甚至更好，因為我們老師都是受過訓練的。哦，你意思講，迄一堂課，
30日。错。好，个变成讲今日也读2堂课吧，你乘以2。错。好，等于如果讲今日来希望讲一礼拜可以有某个所有的课，这个要安排。错。跟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人会同样的课程多啊。其实那多亏是老一长辈哈，可能有的是就是亲朋好友介绍的啦，今年可能有朋友呀，还有今年同事啊哈邻居来呀送过课，今年又会来呀，可以来家看看，可能会从唱歌开始，大部分题会先来唱歌的啦，唱歌无有的来跳舞，来运动诶，好慢慢的，因为我们课程其实真的很多，我们有50-60门课程哦，所以会希望说，今年来呀。对，可能1年，过来2年、3年，他们就慢慢的融入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多元的课程里面。咁你學生嘅來講嘅話，已經都已經差唔多1到學生嘅一年來講嘅話，那呢一專業應該是講呢來我們的那個一些人次哈，那一專業可能有3000人。3000多人，其實真係幾多呢？嗰個上課時間幾鬧熱呢？係啊，上課幾鬧熱咧，我哋拜一到拜五吼，當然來上課長輩吼親到，其實我們也很希望看到他們，因為看到他們就覺得很親切。嗰時講有啲人講，當我哋老時節啦，其實目標係學習，其實喺我哋香港嘅賣嗰度嗰件細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崇強學院嘅李啟雲副總，來到嚟現場同分享講崇強學院當初成立嘅原因。我想問一下副總嗬，因為其實頭都有講到講，其實因為工作以前係搞生意嚟嘛，但是有啲人講，其實嗬太年都從生意嚟強樣啦嗬，但是你自己要搞過生意咧，其實要同我哋嘅太年實要接觸到講，唔知係因為講搞生意咧同搞太年有乜嘅差別？其實你來從強之前吼，我們感覺講，搞太陽茶同生意是共用的，吼。過來你來一段時間過後吼，我覺得吼，我慢慢覺得我們對我們的長者的教育同生意是完全不同的，是非常兩極化的。好，那因為以前給學校還是在安親幼兒園這邊，是我說了算，老師說了算，好小朋友都還至少他是可以配合的。那我們的長輩這部分，他們其實是很多的一個社會的經歷，他們的經驗真的是無價的。那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個固執性，你會覺得可能他常常會跟你講，我吃的鹽比你過的橋還要多。這方面我們就會覺得，其實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哈，的確是這樣子。所以我會慢慢的就是覺得。我應該要再學習，所以我在進入大概2-3年後，尤其又再把自己放入校園裡面，我到了一個去學習一個社工的領域範圍，好，在這個區塊裡面再重新去做一個學習。那從這個過程當中，學習到更謙卑的去對服務我們的長輩這一塊，我們的老人家。更謙卑，更去做一些學習。那透過這樣子的學習方式，我希望說可以對我們給的社會資源更加的善用，然後如何去做一個資源的整合，好，不要去浪費我們的社會資源。總的來講嘅話，因為頭先嘛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呢嗰度太年曬，自己本身都有一啲生活的經歷，好人生的經驗，無論講有咩工作地位經驗，嗰時其實伊真係冇辦法想生意呢，好唔講乜都算乜嘅，其實伊哋嘅想法，伊哋行過嘅路，其實都比我哋看到嘅世面嘛嗰多。咁做一般來講嘅話，其實像我哋上課時間，我同前上特別教講，咁當我哋面對我哋呢太年曬嘅做學生嘅時間。用嘅角度，無論講用嘅想法，用鼓勵嘅，還是用方法去教學冇？會同人哋時常先溝通過冇？我哋一段時間，我要開教師會議，好，就是跟我們的老師去溝通，說，
对长辈，我们对长者，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常常又会有老人家来同人讲啊，哪个志工哪个老师对他们有一些不礼貌、不尊重的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教师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部分特别去做一个沟通。好，那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特别应该是说我也去把自己在整个都去做一个深化跟内化，就是说在修完成人教育之后。特别去针对这一块，也跟我们的长辈分享就说如何也跟我们的老师也去做一个分享，如何去在课程里面去做一个活化的对他们活化记忆，还有加入我们一个社会薪资的部分，在这部分会先去做沟通。真是冇唔错咯，因为其实更加几多学生嘅应该讲几多嘅先生路比学生嘅员工人强。好，可是虽然讲我哋咧先生伊本身有专业，但是其实教一般的学生嘅同讲，我哋咧睇伊啥方法係冇同樣嘅。同時因為我哋講國先生些，我哋更加會幾多睇伊啥當初睇人強嘅時節，冇辦法受到安完整嘅教育。好，可是伊哋睇理解力啦，好，無論講對新嘅事情嘅一種接觸嘅時節，冇安夾。可是真正都同我哋咧先生來講，有啲其他先生個人強啊，好講話要過夾啊，無論講教東西要過夾啊，有時講教一邊唔好教兩邊，有的可能有啲先生都不記，先至我可以教，可能怎麼都教不會，我哋個人強嘅先生不是會同我反映咧，我同我講，那個處長啊。給把那我上禮拜多搞過，他又記唔得咧，我就會跟他們講說因為這樣子。就是因為這樣，你更要有耐心，然後把速度放慢，我們就會慢慢的跟我們的那個老師做一個溝通，這樣子。跟有一種講，老師，那這樣子的話，我當初設定的那個教學進度趕不上呢？我常常會跟他們分享，講我哋長輩來呀，他是來這邊快樂學習的，幾乎沒有來呀考試的啦，不需要說給他們一個這麼大的壓力或者一個進度，來這邊快樂學習就好。因為真係有的位先生，我因為講有教學進度，希望講應用嘅搞，但是其實有幾多嘅睇醫生來講伊這個來本身是一方面係，比如這個嘅成分有一啲新嘅一啲接觸，接觸到人，接觸到新嘅課程，同時其實來一片嘛，係真係交朋友啦，交朋友最重要。今年來其實來做一個人際的互動，真的非常重要。沒有錯。係啊，咁你這個馬蹄亞嘅工作做完多年你這個有影響幾層嘅嗰種，譬如講睇醫生啦，以來一片可能會改變。其實我哋也研究我哋一就改變嘅故事非常的多，幾多，所以我哋嘅學生也可以學習一個過程我們也幫人編了一些故事集，就是說他們學習的故事集，然後再送給每一個，就是在這個故事裡面的長輩。真的對。按真的幾神奇，因為以這個嘛會發現到講，以這個有改變。例如說咖啡班好了，有些人就覺得說，以前人家嘛講喝咖啡會睡不着覺，長輩怎麼可能會去喝咖啡？都是年輕人的事情，跟我都沒有關係。那後來我們就是透過我們課程的一些老師的教導，教他們怎麼去找好的豆子。那我們就從挑豆子開始。到他們整個研磨的過程，讓他了解這個過程，那你就知道這東西為什麼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或是說，什麼時間，或許這個東西可以做一個，其實是有一個，它的那個腦內啡其實是可以讓我們的記憶更活化，然後也不是一定說，我們長輩老人家就一定不能喝咖啡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後來也做了。我們樂齡的一個咖啡的掛耳包，對。因為其實對幾多嘅睇醫生來講，以前因為講咖啡係咧貴陽派嘅東西，慢慢嚟講應該食咖啡是咧要爽味啦，又唔會水木啦。但是其實好嘅咖啡，無論講真係用手沖的咖啡，其實對人嘅健康還是有一定的幫助。係啊，今年一下大禮拜都來呀，送幾多年嘅呢？一條長輩好了呀，幾多年，就是越來越年輕。那我們有一個像手機課程，咱手機啊，咱長輩邊啊能夠翕相呢？因為視訊呢，我同佢哋生意呢，同佢哋孫呢，在國外的或者是在其他縣市的，也得有那個他們的孫子，去做視訊呢，我就覺得他怎麼比我們還要先進，拍的照片比我們還要漂亮
其实我常常我认为讲吼，手机的使用一件事情，手机的使用一件事情，其实我会希望讲哦，每日睇你就攞去學過，因為其實也係我哋日常地方一件最常會接觸嘅東西嘅。嗰種讓我去把嘢嘅工具用到最好，常常我講讓把嘢嘅功能用到最好，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還有聽嘢都講用去防詐騙。因為今日嗰啲當然都講，我唔敢接喎，我唔知係咪詐騙電話喎，吼，係咪講接嘅有錢有俾人轉借喎，吼，嗰種其實用一啲教學嘅方法，俾我哋睇現實可以去了解手機嘅一啲功能，其實最重要。而且唔講香港人以前吼，老人家用唔敢用手電腦，驚啊同生意滅快，本身也媽媽吼，因為這個都是他的工作嘛，好，按伊他手機嘅，我們用嘅本機要曉得用，啊唔會驚，好啊，再從這裡面去加入一些我們防詐騙的宣導，然後加給他們一些，我都跟他講說吼，東西吼，手機用壞是自己的，嘿，你又唔是去同去搞生意嘅東西，嘿，天咯冇去嘅同，吼，啊眼手機啊一家，啊唔曉得唔怕，因為通訊行體請個到那一些那個服務人員就會，他一定會很開心你來讓他們做一些學習，這樣子。尤其其他手機冇咁貴嘅，哦，有時其實天龍有時就貴一些，然後同時有啲東西嗰塊高啦，但是其實手機來講嘅話，其實算相對方來其實個便宜，然後咪等於是那種人手一機了，吼，嗰時其實手機可以翕相，可以視訊，可以傳東西，可以傳長輩圖，早安晚安。因為你長輩圖吼，邊個能夠不會做哦？阿姨很可愛，我們其實有一個長輩哦，我們那時候還沒有那個 iPhone 10的時候，他就已經買到 iPhone 10了。阿給他的用啊，我們老師就怎樣，反正老師就會先去摸索，然後再教他。係啊，所以我們都說，我們長輩用的東西比我們還要再新。一天呢，因為有啲會適應嚟個孝順啊，想到講，爸爸媽媽會用手機嘅，馬上買最新的筆，但是最新的其實連時常都唔曉得用。係啊，嗰時攞先慢慢嚟學嚟教我哋。所以我哋咪應進修學習啊。但其實好像同你咪講到咖比啦，又有嘅健身俱樂部，又有書記嘅嘢，又同埋防失智嘅。其實我哋今日帶來現場嘅一個書本裡邊哈，譬如講說鐵的故事係乜嘅故事？其實我們這個故事裡面有很多元啦哈。底邊我有幫一條我哋書記嘅學習啊，還有個攝影的學習哈，光我咖啡班的學習，還有一個叫棉紙詩畫的學習，這是一個手工藝創作的部分，這樣子。好，有的長輩給我講，這邊其實要做一本書哈，是先讓自己在這邊學習改變之後，透過學習然後改變，增加能力之後。讓他們去把他自己想要來這邊改變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想法故事先寫下來，所以才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編輯，這樣子。等於你講一路向去記錄到開始接觸以後有一些改變以後把個東西記下來。其實也對嗰種人來講，唔需要一個簡單的事情啦。好，因為其實嗰種人唔會因為講這個改變了某個東西，但是有時對甲表人來看的話，會發現到講，來上課以後至少會翻拍的。好，然後明日會出來上課，朋友嘛變多誒。係啊，其實佢哋給他要作業的時陣吼，他們都說我怎麼會寫嘞？係啊，我沒有心得啊。要寫出來，然後有時候可以跟我們分享，就是我可以覺得他們真的改變，就是他知道怎麼講，然後他真的把他最原始的那個想法心境寫出來。這個我們是沒有美化過。我們就一五一十的把他的想法內容整個就把它放進來。其實也真係冇簡單。錯。嗰時候伊哋學習唔單止係學習到知識，同時我哋咪可以學習到對人生嘅嗰度態度。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嗰件泰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陣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崇強學院嘅李喬安副總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我哋崇強學院第部嘅一啲課程嘅內容。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嘅副總，因為其實除咗靜態嘅一種課程以外，
但我有动态的发通哦。有啊，我哋没有做一个健康促进的活动啊，嘿。而且说我银发俱乐部里边也是有一些运动的课程。可是运动课程里边很用的一种课程。那运动课程里面是跳舞啊，嘿，舞蹈的，然后刚刚讲的肌力训练这些都会有。我们其实我特别想要去提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公益表演班，嘿，就是说我们长辈了呀，学习之后，那可能他学习到一些才艺，可能是唱歌或者是舞蹈或者是音乐或者是乐器这些方面的之后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公益表演的团队。好，那他这团队就常常去我们的养护中心去做一个公益表演，然后表演给我们比较虚弱或者是比较需要照顾的这些长者，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课程的一些活力，好，那一些活跃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从一般来讲啊，反正这个观察了哈，用年轻人一开始主动啊，在参与啥时间，伊等的合作用啊去进行。多，可是其实学生来哈，我讲坦白，他们来其实大部分也都会为了要志工的时数嘛。可是慢慢来这边一段时间之后，跟我们的长辈，其实我们长辈都把孩子都把这些学生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一样，非常的亲切。那后来大家也都变成是就跟真的就跟在家里面一样，跟家人一样融合。好啊，所以他们也慢慢都可以去跟我们这些长辈做互动了。你想搞这个顺的样啦。没错啊，系啊，要从安尼的顺的吼，我有时候都会讲说，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代间教育。像这个吼，安尼都从小好样都更加嘛，看到都嘛分享到，其实几多讲，唔单止讲这个学习可以改变，同时把学习的一啲结果去分享到讲，譬如可能咧，可能听说一啲机构啦，哈，譬如他跟你的提供，其实。他跟你冇见的一点，同时也等于嘛可以把这个学习的一点成果和他们做分享。咁从样你歌场地方有忘记的有可以和他跟一个分享的故事吗？其实可以研究的吼，我哋长辈了呀，松口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哈。其实故事非常多啦，真的是很多。那我这边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会我哋常常不时去松口的时阵，我哋长辈吼。就讲我哋模式饭，不是要拿东西不能吃的哦。系啊，系啊。他讲啊，可以上班吼，唔会抽呢，愈来愈太高呢。然后还有就是常常基本，不是要安尼走神头看到也长辈，下主头给又上天堂去了，就不在了。唔知我不是可以想吼，佢走神来呀，伤口归欢喜啊，跪去倒不卡又冇黑嘞。这样子是不是卧床很少？有像安尼嘿，贵社可以面床方面也得实践，是不是也是很有福气的一个人？嘿，被影响过，其实这样他们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那因为我这个在社工系毕业，然后也在成人教育所毕业之后，我也常常就是在课程里面去观察到有一些老人忧郁的问题，而且现在非常的明显哈，老人忧郁这一块那。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护理人员，但是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在观察过程中，那我们就会去鼓励他们做一个正向的学习，常常来做一些人际互动。你就唔记得有乜嘅模糊的事情了哈，那让他们就慢慢去学习老这件事情。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那如何去面对老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出来做互动。其实。但是变成个有一啲组织可以，他可以向下去讨论，好，可以向下去提供，今天发生某东西，其实係啲quite难的一些事情啊。就我经过我哋老师哈，经过一些培训的课程哈，也都非常专业，而且我们不断的培训哦，我们不是说培训完一次就没有再培训，我们会不断的鼓励他们一再的培训。那这些培训里面就会有把一些防诈骗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交通安全的，因为以前可能交通部分没有这么的复杂可能也比较没有高速公路这些事情，然后也没有什么两段式左转也没有一些带转之类的，那我们就会把这些社会新知还有一些交通新的一些讯息来跟我们长辈
不断的互动，然后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等于讲要学到地步，唔单止係學習到知識，其實我哋日常地步要注意嘅一啲事情，嘛喺半陣呢，睇人啥地講其他啥比別人用嘅吼，有時咩一啲規定吼，用嘅去遵守，同時佢有乜嘅福利嘛，可以幫他我哋老人家啲。像即個從事教育行業，都更加，而家接觸到我哋從事行業嘛，有乜嘅感觸？其實都要企業吼，嗰度我哋老人家，他真的是在退休之前，士農工商都有。每個在跟他做互動的時候，真的是考驗我們的功力。不是吼，我講一般的時候，要講老師你講嘅唔錯啦，應該用的。可是有時候我們就這樣，我哋去多聆聽，談給人講，讓他們的人生的智慧不斷的發揮出來。那我就會從裡面對底部去談講，今天買個東西對我是，對我這個課程是有益的。好，可能他講的裡面，佢講朋友的故事，佢一聽唔會講一個哦，佢會同我講吼，我哋隔壁嘅媽姨吼，佢她婆婆吼不時吼，都懷疑人家偷她的東西，這個時候你就會想到說，她有沒有可能是失智的現象？那我就會從裡面再去想說，原來可能是有這樣的現象，我們就會在後面把這個議題再提出來。那這樣子，我哋長輩他也講了他想要講的話，然後他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因為他提供了這樣的線索給我嘛，那我也達到我想要讓他們知道的一個學習的目的，這樣子。等於講，因為你講有觀察到伊的問題，哈，那同時有問題變成了他可能可以討論的重點，錯，但是至少嘛講，伊這個嘛會注意到講，這件事情其實可能係伊的係徵兆啊。好，一個徵兆，可是其實我注意到也算是一個徵兆，算是一個規劃會發現的。錯，冇錯。不過你就會覺得我們的長輩很可愛，佢一定唔會講佢一個。已經係，一定會第三人稱啦。對，人哋一定會第二佢講嘅，佢會講拜。其實佢上嘅門愛，佢可能是解不開的事情。那我們也不要再去。我們知道。但是其實按照規劃，哦，你至少那樣講啊。有一啲可以問題的地方，好，我們但是可以用第三人稱到撇清關係了啊。但是至少有一啲可以去參詳的對象，其實也係最好的，因為其實有時些，但係睇其實最可憐的部分都講，生意的無限，好，然後外面又冇乜嘢，其實有幾擔心。其實佢人講滿生意會本身嘢嘛，係啊，所以係，佢可以來也同人哋講話。冇錯，係。係啊，嗰時你就像頭都講啊，嗰時有語言咧也冇嘅呀。係啊，錯啊，不是啦，東西本來是咯，係要講下嚟我度哦。入面要做埋要做，都要一萬個億，入面要裝飯館，都裝一萬個億哦。他們很喜歡分享。還有一個就是讓我比較印象就是，今年每他們上學的時候，他們來上課的時候，他們很少缺席。因為他可能常常會跟我們分享，就是他們以前可能就是生活環境比較不好啊，好，或者是說沒有去有讀書的環境這樣子。那有些是因為這種男輕女的概念，好的觀念一直都根深蒂固，就沒有辦法來學習。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們很珍惜每一次來上課的一些機會，或者是如果他們可以來，有時候假日哦，颱風天哦。也會打電話說今天真的休息嗎？這個會讓我覺得會真的會讓我們會去想要去多多的去學習他這樣子的一個精神。真是你一生人按辛苦係咧係好，而退休係有這個時間，嚇，先這個愛上嘅課程對於來講，我當然係一個珍貴的一個基地啦。對，錯。咁想聽下你節目嘅專門嚇，我想請問一下，譬如講以這個係的副總嘛，咁你這個你哋從長學人，下一輩有乜嘅計劃，冇得講下一輩想愛發展樣嘅目標樣嘅一種服務啊？其實我可以多，可是都也好一定就是我一直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把這個地方打造成一個像家的感覺。本人各隔一類呀，雙口哈，就是一個溫馨的感覺。因為他們可能小孩子，或者是說，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的父母親也不在我們身邊啦。那我會希望說，這裡就像家的感覺，他們喜歡來，然後以後我也
已经到乐龄族的这个年龄了，以后这些我把这个做好了，以后是不是我也可以继续在这边终身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在这里重复一件美好的事情，好，那不断的再去做这样子的传承啊，哈，那从这开始呢，一直做到我以后不能动为止，我就是一直希望做我这样子的一个乐龄学习或者是一个终身教育的志工这样。其實也嘛係一個幾好嘅事情啊。常常有人會講家有一老，兒有一寶，但是其實你喺老化過程地步嘛，要不斷地去學習，係有人嘅批判。今日感謝我哋橋灣嘅現場同分享安吉菜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大家。休息下，我哋聽下啲時間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